我该如何向21岁的陆渊解释这一切呢？其实，再次使用玉佩回到圣国时，我已经准备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出现了。恐怕我已不再是你思念的人，也不再是你曾数次想要舍命相护的人。我翻遍青史一片，书写的红颜，为后复留间，当千年陈言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转身逆流而上，助你的节拍。那个人居然会是李庸。那一场碰撞，历千年沧桑，奈何注定被遗忘，时间线缠绕。可我又怎甘心你受着宿命的摆布？执手相看，几度相逢，几度